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我準備咗剪一個小朋友嘅齊音，咁希望大家睇完片之後咧，可以翻屋企大家試試啊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哋咧剪呢個齊音嘅時候咧，要首先注意一樣嘢，就係咧要分一個等邊嘅三角形，即係最好要對稱少少咯。因為咧對稱咧嚟講咧，即係對剪一個齊音咧好重要，同埋要吹乾個頭。吹好佢，吹靚啲前音先。吹靚個前音亦都好重要，因為你吹靚咗先見到個人一個頭型啊，同埋你個直線啊個感覺好唔好？咁如果我哋要分要剪個前音咧，其實最好咧，我哋要分3至4層。咁所以你見到咧喺呢個 video 裏邊咧，你見我咧每一層咧分完之後咧，我都係用把梳同埋鉸剪晾住嚟剪嘅，因為把梳晾住剪有咩好處呢？因為咧晾住剪咧個 tension 咧就比較係會柔和啲啦，同埋唔會咁實啦。因為好多時你哋唔識得用隻手指去夾住啲頭髮嘅時候咧，咁咪變咗好用力。咁但係如果你有把梳晾住咧，個感覺咧就會柔和啲，個 tension 咧就會鬆翻啲。同埋咧記緊咧，有陣時有啲剪頭髮嘅時候咧，千祈咧就唔好咧打橫一刀過剪落去。好似我而家個video 裏邊咁樣，一下一下點下咁剪。咁用點呢個剪嘅方法咧，有一個好處就係咧，剪完之後咧，佢冇咁多鉸剪痕嘅，反而係如果你打橫一刀過剪嘅時候咧，個鉸剪痕咧係好重好多，同埋咧變咗個 step 咧，好似好奇怪咁樣。同埋咧有陣時咧，你哋要注意一樣嘢，就係個頭咧，可能佢頭好扁，俾你梳到好扁。所以要攞隻手輕輕拍一拍佢，等啲頭髮咧可以自己會彈翻起身，係啦，拍一拍佢，咁等啲頭髮彈翻起身，自然啲個角度。同埋最尾一樣嘢要留意，就係你剪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由左就剪去右，或者由右就剪去左。咁應該點剪呢？由中間開始剪，由中間剪一刀，就由中間就駁翻去右邊，跟住另外一邊就由中間就駁翻去另一邊，即係。總之個方向咧就唔好用一個方向剪晒，因為一個方向剪晒嘅時候咧，你會變咗個暗斜嘅出到嚟，咁啊變咗你會剪到一個唔平均嘅齊音咯。用梳去晾住剪個原因，因為咧最尾一層嘅頭髮咧，你要立高提升少少啫喎，咁啊的高少少係啦。而家我做呢個效果就係提示你哋提升少少，剪完呢個效果有咩好處咧？提升咗少少之後放翻落嚟咧，面頭咧會有少少層次感。呢少少層次感咧就會令到你咧好似冇咁厚啦。好多成日咧客人又好，媽咪都好，哎呀我剪完我女個音咧，好似齊輯輯，好似個蓋咁啊，好核突咁。個原因就係最尾呢一下你哋冇將佢做一個提升嘅動作，剪翻少少層次俾佢。到最尾咁啊攞鉸剪輕輕收個邊位咯，收個邊位其實 free hand 咁剪就 OK 噶啦。嗱，你而家見我剪完之後咧，個前音咧好似好立體，同埋拱拱地，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大家可以翻去試下啦。多謝大家。